甘地本强门条街乱掉垃圾，哦，本个傻到哦，本个强伊是几多盘竹笋炒肉丝啊！乱掉垃圾，不该还干死去，去到清清楚楚。你还有嘛该要上来讲哈？我先加表人呢，因为我无时间带垃圾啊。哦，我俩甘死起来，甘死爱，你喊出影响到我的隐私权哦。你准备不来够啦？你又做得安样应讲歹呢？看啊！哦，我是上个沙岛迄马沙町的门前乱掉垃圾，天天又会变做安样因啊？牛干山啦！牛干山啊！是个甲叫阿嬷阿婆啊！唔是讲，老太家讲哦，翻到人家运尸钱啊，然后翻出啊，两只无困用的事情。哈，你哪个意思啊？简单来讲啊，你就讨论讲，孙的有翻到人家运尸权的时候，青葱又一定就会讲，是不是符合对隐私权的期待？简单来讲，就係那今日做的事情，係咪無上一本人吸到的事情？比如講乜嘢啊？那頭通片手，那頭部卡到死神的時候，那一天無上一本人吸到，那頭會做乜嘢？那時候係有人監視器結果吸到，那頭會死神，那頭送片手的情形啊，最有可能會犯到刑法妨害秘密罪。哦，好，刑法通去到是當嚴重的呢。係啊，你就頭監視器的安裝啊，一定會貼喺消息。不過啊，那做得考慮一個問題哦。好啊。今日啊，那係有一些朋友，佢頭部卡加腳吃泡面看電視，哦，門冇關啊，窗簾沒冇來，那結果佢有呢就發現過，對面的人佢加一隻監視器，同佢特別都興啊，同佢部卡看電視一樣嘅，佢就去告對方，結果唔想法官會判佢有違反刑法的問題嘛。因為假使愛係大到地步都咁嘅，平人驚翕到那一啲看電視食東西，愛咪會覺得怪怪啊，所以人過該翕愛咁嘅，人過會本人罰錢的麼？其實啊，都一直按呢啊，法官的答案係真的冇事。啊，冇事啊！其實啊，我睇下解釋一下都蠻難的，因為你想看呢，他剛用來講，佢頭部卡躺下，然後食泡面看電視。他剛有講，佢冇關門，佢咩冇來窗簾咩冇來，就是冇帶就對啦。你想看呢，佢喺度一樓，那你同冇辦呢？查嘅人啊，行來行去，本人就看得到佢從底度做乜嘅。也這個時候，佢就其實他沒有對隱私權有合理的期待。簡單來講，就係本人就人家韓國佢冇用監視器，佢用。我主看，就看得懂都會做嘛啊？就說那你還去翻引就其實就不符合那個法律規定。所以其實啊係猥瑣咪當從容係冇，韓國啲躺下嘛個通常看得到猥瑣可能是冇嘛個相關，不過啲片所解到猥瑣是很好。係啊，不過啊，那一片啊還有一隻血粗粗嘅利益，都嚟嚟分享不？談到血有血粗係嘛個當定應該事情係冇。冇啦，其實你冇按嚴重啦，所以啊。要讀到一個案呢啊，佢係講，佢都喺度大樓地度，那佢知道講，有人嚟行來行去，叫防盜嘛，將部卡有人跳入來，佢說佢就案呢一個監視器，佢就設嘅走廊嘅那種地方，結果咧對面人啊，佢就想講，那你按一監視器，大家都醒來出門一去。轉個卡入去，第四枚做個卡就行去。好排泄。其他你上講之後，那運事權當中，你就應該有俾人侵害到，結果咧，佢就一告嘅對方，結果法官還真的要佢講，那你去到對方嘅隱私權確實有侵害，就所以說判佢哦，留給監視察判，還有罰佢2萬元。Oh my 天公包2萬 Q 咪一度呢？係啊，唔講挑戰公安到中到哪按到哪片，冇事因也有沒有願意不願翕到看到嘅問題？不過阿媽咪阿婆是當衰啊，因為緊條垃
沙伫个门头前，该用甲沙一道台做得按感时戏么？做得，哎，爱种还能爱种，耶！爱去还能爱去。所以后尾你阿爸冇死心的么？免安尼讲啊，因为你头有讲过啊，那种安装监视器其实具有一定的规定啦。哦，轻冲业的部分啊，就会讲，佢要按的时候，佢要 hit， 按用的 hit， 按用的种。那佢面一般的那来讲啊，佢做生意的人呢，佢要一定要按监视器，就会 hit 个起楼嘛。人家行来行去，其实佢冇乜个问题啦。像安尼就喺带到嘅公寓大厦沙起太楼的人啊。佢喺按监视器的话，一般唔会按到哪，一定按到门口摸杯嘛，门口的天花板去照门口，看万人轮也不可能这样看得到。那其实你都相看的哦，佢面啊买屋的时候，其实你专有部分啊，专有门低度的部分，门系啊，门摸杯係共有部分，按到共有部分。意思就会讲，佢係属于整栋大楼所有的人可共有的。故说啊，你要到共有部分按监视器的时候，其实啊，就会较细腻点的。哦，你阿都法律嘅底线是在中道堂道，我听那是分分，不过我识堂过日见事见吼，既然安用应该要系早生来个，去大道台了地陪读，韩国技术上的按感时戏啊，所以技术到管委会该主人讲，该技术统一咧，技术按咧，不过最尾喊系本应发的5万triệu，用无安用因啊？其实啊。他刚才有讲过啊，唔多沙起太条案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注意沙起太条的法律啦。像安尼就有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，其实低度的规定其实讲啊，要经过管委会然后共有人过半数的同意这样做的。你要谈清楚哦，鸦片董创业就要经过管委会以外，还要有共有人过半数的同意。那他刚才讲的叫做安尼啊，其实谁来去？按监视器的时候，其实有经过管委会主任的同意嘛？其实佢冇经过其他人共有的其他人过半数的同意，安尼就要按色彩出有一些的问题。我有问题，假使讲大概太了25、6全部人都会同意哦，来。你要亲后最完美的状态，就会讲，来可能来透过开管委会的时候，来提出来有个需求，来老太家讲，来今面来因为乜个原因，来有乜个想法，来做乜个按一只监视器，来老太家讲吼，然后得到太家的同意之后，来再按监视器。那还有同创业做喺监视器迄个国土一样的，那迄算係喺去到对面的人的行步卡地度，一喺再走去走廊听听，一喺再走去去个门口面前，一些搭梯。其实要全部做门困用，有没有去侵犯别人隐私权？其实你老国土没有董冲用的关系的。所以唐诗字安用讲做得本做事态重点，是系县交通公理如得到统一和国际嗰个国土系吗？系啊，冇唔错。青葱有青葱啊，其实系正确的国土啊。还有啊，青葱系今面啊，系讲老对面林沙，冇做隔壁林沙，系用来讲做。瞧不拢的时候啊，其实啊，一种监视器也每种啊，就会考虑清楚，冇办法，就会事情都越变越复杂。所以都重要。该死人已经考挨，你咪有咧考你日题？唔会考挨嘛噶？该好是系大家是个米啊，系马上动辛苦伫个种个农地么？唔过，说那个饭，嘿，判。农夫啊，种田的你。系动入例如改推理，咁佢要个动重劳嘅人，喊卡重劳嘅人。动创业嘅人。嘿。难啲呢，慢点啦。好，谈好了。该是系谁知盘中孙，粒粒皆辛苦甚哀。哈？秒办啦，秒办，做得结束么？做得啦吼。唔係動上接數，但行做得啦。愛讓你講眼影啊，社會打一下廣告，打廣告，愛粉專名有聽過嗎？我第一我用按讚啊，讚吼，有空我等下檢查下。做得好，好啦，最尾，你知道大家分享一下，結論一下好不？青蔥有青蔥呀，而且大家有真的想要按監視器的話，青蔥有4大重點一定要記得啦。第一就做先老。
隔壁邻居、对面邻居先沟通讲，应该做嘛要按遐监视器啊，按种个理由迄物解，要讲清楚。那得到大家同意之后呢，才会安装。那按监视器的时候，要注意讲，装一个国土。迄个国土一堆啦，其实啊吼，尽量做袂去到人家无卡地度，做咧减少纷争啊，大家做咧多注意安尼事情。所以行起咯系各处，真紧非常嘅重要吼。好，希望大家就学到咯。假使广东好看，呢节目今日做得是客家铁士推介面书 YouTube 是请赞发落了，法律里边做，张来了。